潘生让我不能入眠，就有人让我不能闭眼。我想起来我就欠揍。反正我是快熬到头了，等三姐一走，我就可以躲开大姐的高级呼噜了。哎，你说那刘欠揍他是不是真欠揍啊？非鼓捣咱哥占房子，现在还使唤大姐跟使唤丫头似的。这大姐小吃部多累呀，这一天还得抽空回来给他们打扫房间，伺候他们两个，啊，就差给他们擦屁股了。我越想我越气。没辙啊，有妈宠他，啊，萝卜又长在背儿上了，怀里边还揣着赵家的第4代单传，走路都劲儿劲儿的。他劲儿什么劲儿？想个法儿治他。哎，四姐，你说怎么治吧？我第一个报名。敲玻璃，轮流敲，20分钟敲一次，咱来他一个彻夜不眠。哎，好，我这就去。谁呀？谁呀？哎，苏菊，你醒醒！外面有人敲门，去看看去。哪有敲门？做梦呢你？我听得真真的。睡觉吧，睡觉。我听错了。让你睡。真的？谁呀？真有人敲门啊！我看看，谁呀？哎，谁敲门？哎呀，敲错了吧？我睡不着。没事，不管，你睡觉，我都敲错了，干的啊，睡觉。不响，关灯。下回啊，你动作快点，他肯定光着脚丫子跑出来。你说大姐这也是福气哈，咱这么折腾，她那呼噜还照打。你是没去那儿干过，就那时间点能折磨死你。别说了，快去吧，动作快点啊！谁呀？啊？谁他妈大半夜敲窗户啊？谁呀？他妈的谁？有本事出来！谁呀？啊？出来！你这大半夜里瞎嚷嚷什么呀？这院里头，妈，有人半夜敲窗户，这弄得刘倩都不敢睡觉了都。啊？谁敲窗户？谁呀？这不知道啊，这谁呀？这是？就是你出来啊！嘿，哎，我就不信，这就不信了。谁敢跟我大孙子过不去啊？我跟他急，跟你急，谁敢？素娟啊，你给我进屋去，你进屋去，给我来呀！谁敢来啊？啊！真是反了你们了还！得了，老妈占个儿子睡觉没戏了，睡吧。只要我没睡，一会儿我还去，我就不信了。我们睡不着，她也甭想睡。几点了？12点，大姐。怎么还不睡啊？一会儿我还去。去哪儿啊？哎，怎么着？昨儿又没睡好觉？哎呦喂，何止没睡好啊！
我就睡3个小时。哎呀，别提多累了。妈，哎呦，气死我了！什么事儿啊？你说这素晓说好了来，她没来。您一会儿啊，帮我去小吃部盯一下，我得去赶火车去啊。那你就不能少去一次啊？你没看妈这没精神吗？那不行，我得去。喂，是轧钢厂吗？你给我接第4车间。好。哦，哎，请帮我找一下速决好吗？啊，我是他妈。哎，我等着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有伤感着去的，真的。啊，哎，我是你妈。啊，你赶紧叫刘倩啊，去小吃部盯一下。你大姐去看小楚去了，这素晓说去没去成，啊，不去。我告诉你啊，傻儿子，你大姐从小楚那儿回来啊，就到你二姐那儿去伺候月子去了，这是你的好机会，啊，你别不明白，我是为你好，知道吗？那素晓要是换别人了，我看你就没机会了。哎呀，苏晓，你看我这么苦口婆心的和你说了半天，这行不行？你倒是给我个准话啊！你要是不让我干，我现在立马我就走，我回去拿我工资去。那你要是让我干呢？我保证你的份子。我还是有点不放心。哎呀，那你说你怎么才能放心1个星期一节。行，1个星期就1个星期。你不怕麻烦，我怕什么呀？那嫂子，咱们可说好了，咱们先试1个星期的，要是差太多呢，我可会算账哦。哎呀，你这是说什么呢？我糊弄谁也不能糊弄你呀，是吧？这不是咱家小算盘吗？哎，你放心好了，兴许咱俩这么一合作呢，还没那么多生分了呢。但愿如此。我走了。行，那我就不送你了啊，素香。不送。路上慢走啊。啊。有空常过来。哼，想没事儿吧你？马大婶、老师傅，你们出来一下吧。来了。我呀，得跟你们交代点事儿。从明天早上开始呢，油饼的分量都给我减回来，和别人家早点铺的一样。哦，对了，菜量也得减啊，咱家这东西也不是白来的。哟，素珏媳妇儿，你这么做也得傻春同意才行啊。哟，我让你减你就减，您还真当您是来帮忙的呢？哎呀，那您要是来帮忙来了，您要工资干什么呀？合着里外里便宜都让你给占了。行，我跟你们说啊，从今天开始按月结账，什么毛病给你们惯？哎，你这得，这世道变了。看来啊，得想后路了。我要开个店，你去不去啊？工资跟这儿一样，按日结。厨师哪有按日结的呀？那你为什么要傻春按日结？老糊涂，不跟你说。